道义，你都忘了吗？桃花树下你我约定，三生三世，情深不悔。你是妖，我为人，人妖殊途，除妖卫道，那是我的使命。怎么搞的呀？又是那个梦，三生三世，情深不悔。哎，开个学嘛，要不要这么紧张？今天学校社团招新，穿这个去，留个好印象。可算找到你了。还是这么邋遢，交给我吧。小姐，我来啦。什么人呀，在学校骑车这么快，赶着去投胎呀？谢谢。有没有汪兰的包裹啊？谢谢。不好意思，这个。这个，来帮我签下，帮我签下。同学，等等，我的快递。同学，等等，等等，同学，等等，我的快递。苗里，同学，你有病啊你！走路不看路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没事吧？苗里，你没事吧？你快起来！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你这人脑袋是不是有病啊？对呀，你这人有病吧你？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没受伤吧？我刚才在后面喊你，你一直都没有听见。我追了你很久。追我？不是那个追，不是那个追，是用腿追。不用腿追，你用哪儿追啊？像这种人我见多了，你不就想引起苗里的注意吗？玩苦肉计你也该玩准点吧？穿成这样你演戏呢你？不是，刚才在校门口，这位学长拿错了快递。这个才是你的。那个，既然开了，就可以直接吃了。学长，我的那个快递可以还给我吗？你的快递？这个我就放这儿了。拿走。
等一下，如果你受伤了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负责？你还敢调戏学长？用得着你负责吗？不是，学姐你冷静点，我说的是负责医药费。还有一个，还给你。谢谢。来。老李，你说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自恋又臭屁的人呢？就感觉天下所有的女人都得喜欢他一样。我跟你学他，真是看够了你们这种肤浅小女生的套路，是不是很搞笑？在神的背后说神的坏话，不怕被神听到吗？苗学长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苗学长，对不起啊，苗学长，我给你擦擦啊。哎，你干什么啊？你的伤疤，干你什么事啊？我怎么遇到你都那么倒霉啊？你在看什么啊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他像我的一个朋友，我们赶紧撤吧。啊，酒还没有喝完，就剩刚才那个朋友一起喝吧。不喝了。啊，老板，那桌结账。好嘞，谢谢。不对，我应该去找他问清楚。哇，原来你还有这种嗜好啊！什么嗜好呀？不过，既然来都来了，就别出去了。啊？我在想，你来男生宿舍，应该就是想偷看我洗澡，对吧？没有，我刚才敲门了，没人。没你就进啊！出去！马上出去！出去！我就是有事儿想问你，你那个吊坠是哪儿来的？你说这个？和我一样的吊坠。这世界上一模一样的东西那么多，很奇怪吗？这是我朋友自己做的，只有2个。所以呢？你要不要出去？出去！苗学长，这里有人吗？有人。啊，没关系，真巧。如果你不是坐在这边，而是坐在那边的话，就会很不巧。
苗校长，你也喜欢吃甜食啊？我们俩这算不打不相识。哦，对了，苗校长，还没有问你是哪儿人呢？没准我们俩是老乡呢。你也是桃园的人吧？你到底想要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就随便聊聊。学妹请教学长，学长别不耐烦。我吃饭的时候不喜欢讲话。学长，对不起。哎，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？我就是想问一下，你还记不记得我？记得你？你真的没印象了吗？我们以前是好朋友啊。我还记得你手上的那块伤疤，是因为小时候我们两个荡秋千的时候，你为了保护我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当然记得，我记忆力没有那么差。我就说嘛，你干嘛装作不认识我呀？我记得开学第一天你就留人砸我车，接着泼了我一身酒，然后又溜进寝室偷看我洗澡。今天中午在食堂又偷拍我的照片。说真的，我们已经认识很多次了，所以看在我们那么熟的份上，我拜托你离我远一点。学长，那些都是意外。哦，对，意外。你是不是出过车祸或者受过外伤啊？伤到过脑子的那种？你失忆过吗？我觉得你应该去蒲山路247号看一下。什么？按照基建社的招新惯例呢，入社之前要进行统一的考核检测，成绩合格的人才能成为正式成员。考核以5个人为一组，自由组合，每组都会有1位学长负责。好了，开始吧。来，同学们，我们先站起来，在后边集合。咱们5个人分一组。哎，苗里，你要带队在那边啊。哎，我说苗里，招新你不来，考核你也不管，你说你还算咱社的一员吗？喝口水。喝水。千万别是他考核！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千万别过来！来，活动一下，一会儿别晚了啊。考核开始，要做标准啊10、11、12，最后一个13。OK，下一个13。喂，你干嘛老是13？刚才那2个呢？你卡带了呀？你姿势不标准，继续做。13。点儿，跳快点儿。好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开始。做标准了啊！用力，用力，抬。努力努力。好了，名单都在这儿，你自己看吧。你上哪儿去？你凭什么不给我过？你自己看啊。我怎么就体能差了呀？往满跑来回跑了3次就差7。好了，以后的社团活动呢，请大家不要无故缺席。今天就到这儿，你解散了。苗学长，
咱们俩聊聊。你小点声。对了，咖啡馆钱还给你。我不是来找你要钱的，我知道昨天的事儿，你对我有看法，但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咱俩不能江湖一笑泯恩仇嘛。而且你干嘛非要这么针对我呀？我没有针对你。还说没有针对我？我都说了是误会了。哎，不论是我喷到你那里，还是跑到男生宿舍，我都不是故意的呀。汪兰同学，我跟你又不熟，我为什么耗费精力来对付你？